好多人話要回流，但係你覺得你返香港又會開心咩？你當初唔係唔開心先過嚟嘅咩？我最初喺度都唔係咁開心，成日都係得一個人，又俾人網絡欺凌同埋呃晒啲錢，每逢冬天仲會生晒蘿蔔仔，所有人都勸我放棄，佢哋話起碼香港你有屋企人有朋友，但係我唔甘心啊！我喺香港生活咗31年，我都冇俾翻同樣31年俾英國，我點知道真係唔適合呢？我點知道呢個唔係只係一個過渡期呢？今年我嚟咗6年啦，我可以100% 肯定咁樣話俾你知，當你適應咗之後，你唔會想翻香港噶啦。就算唔講政治，香港樓價高，人多車多，節奏急速，空氣污染、水質問題都令人好窒息啊！可能你喺英國唔係咁開心，所以你忘記晒呢啲嘢啦。相信我啦，只要你願意擺多啲時間，講緊係3年左右啦，你會開心好多噶啦。英國凍有暖氣噶嘛，英國冇啖好食，你有手噶嘛，搵唔到工。當你喺呢度嘅時間越嚟越長，即使你唔專登學英文，你嘅英文都會進步好多。即使你唔討好任何人，你都自然建立到社交圈子，到時搵工搵樓都容易好多噶啦。如果覺得辛苦，就多啲翻嚟睇呢條片啦。呢度有個人都用咗6年時間捱過呢一切啊！留言話俾我知係啲乜嘢令到你覺得最辛苦啊？如果問我呢，我諗應該係英國嘅冬天，一日到黑都係下面問。